各位同學，你拄伫學校做本人破壞，不過請大家還未準到教師地度，今本月升旗典禮該到教師進行。昨晚不發生嘅事情啦，學校為客家老先生夾到開會處理。看什麼看？回去上課。想骂还骂错字啊！當然，假使還有東西本人破壞冇發現，就請同學夾夾通知自家嘅先生。幹，誰弄的啊？最後，高中希望大家做對準到遵從嘅懲罰，也請先生加入各個所在嘅清潔嘅工作，同時協力恢復學校本來嘅樣嘅。接下來就請同學老先生向我準備升旗典禮。高室，高室，高室。教室，教室，教室。今本日愛去哪間教室上課？今本日愛去哪間教室上課？今本日愛去哪間教室上課？今天要去哪間教室上課？今天要去哪間教室上課？今天要去哪間教室上課？學校，學校，學校。學校，學校，學校。禮拜日唔是去學校，禮拜日唔是去學校，禮拜日唔是去學校。星期日不用去學校，星期日不用去學校，星期日不用去學校。發現，發現，發現。發現，發現，發現。唔要發現乜嘅東西發現麼？唔要發現乜嘅東西發現麼？唔要發現乜嘅東西發現麼？你有發現什麼東西壞了嗎？你有發現什麼東西壞了嗎？你有發現什麼東西壞了嗎？欣賞，欣賞，欣賞。老師，醫生，老師，醫生，老師，醫生。學生嘅愛讀欣賞嘅課，學生嘅愛讀欣賞嘅課，學生嘅愛讀